阮无得到灭无，是对耶和华才会慈爱，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你的诚实极其扩大。我的心讲，耶和华是我的基业，因为安尼，我要仰望伊。既若听候耶和华，祈求伊的，伊要施恩予伊。仰望耶和华的拯救，静静听候，这是好。这叠俄罗音圣诗，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主行奇异代志，万民掠伊做欢喜。阮对舞台出世，伊就束缚无离，用伊无数仁爱。今日腰带宽泰，请咱起立吟全首圣诗第26首。我愿感谢上帝。请咱游玩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请咱同心来启用。启应文第60篇，伫咱圣诗后面启应文的部分，1107面。启应文第60篇，1107面，请咱同心来启用。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还是献身躯予火烧，
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所以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温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顾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雾雾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咱做声来，安尼信、盼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三甲来祈祷。阮人类的大主宰，阮的爸，阮的上帝，伫即个日光普照、风和日丽的10月第一主日的早起。阮遮个受恩的兄弟姊妹，佮同聚集伫你的圣会，我们用好做的歌声，对心底来学了你的圣尊名，嘛要用专一的心灵来称颂你的至圣、至尊、至大。亲爱的上主，感谢你伫 COVID-19 的病毒犹顾伫阮中间在流行的时阵。使阮有即个福分，大家同组织来参加教会的实体礼拜，以及伫厝内参加线顶的礼拜。恳求圣神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也互主耶稣基督的保惠，洗清阮一切污秽甲罪过，互阮会当用纯洁的心思意念，甲主耶稣结连。对安尼。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并且更加有气力来报扬救人救世的福音。主爱上主，阮的国家伫10月13开始就要开放国境，阮的同胞甲国际人士拢会当自由进出阮的国门。但阮的教会伫阮的假牧师的带领下面，伫即个时阵也要积极推动各项年度预定的事工。这个事工有10月23的野外礼拜，11月初5的事工研讨会，11月20的感恩节主日，以及12月24、25的圣诞节系列的庆祝活动。求圣神引带眷顾，也激励阮的兄姐，拢会当勇敢壮大，积极参与。果然，互感到教会的十字架，搁较会当伫保定社区大大发光。对安尼来拯救，搁较侪失丧的灵魂。听阮的上主，感谢你赐阮有即个福分，伫即个时阵同组织来敬拜你。求你的听悠远喜乐伫袂当甲阮同敬拜兄姐。因检测有临时有代志的，有身躯病痛的，有年长行动不便的，恳求上主也赐了满满的福分伫因的中间。阮所敬听的假牧师，伫今早起，搁要宣扬你的宝贵真理伫阮的中间，叫圣神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也赐互讲的、听的。拢会当领受你的大大的恩典甲祝福。即时，阮要一齐用你所教示阮
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荣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享受上帝的话啊！咱本堂圣歌队要来学乐啊！今早起圣歌队所要学乐的诗歌叫做《奥赐平安的上帝》，奥赐平安的上帝。
即点咱来讲领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8节，伫咱新约圣经第5面。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8节，伫咱新约圣经第5面。现着请听我来读。恁捌听见有话讲，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若是我甲恁讲，无得甲歹抵得。若有人献你正边的喙皮，倒边的也还互伊。有人爱告你，摕你的内衫、外衫也放互伊。有人勉强你行一里，就甲伊行2里。对你求的，互伊；要甲你借的，无得越走。咱捌听见有话讲，着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敌。若是我甲恁讲，对敌恁的，着听因；捆着恁的，着替因祈祷。互恁诚做恁伫天年的爸的囝，因为伊互伊的日起来照歹人甲好人，也用互恶义人甲不义的人。因为恁若听恁的，有啥物报赏？遐会抽用的欠无安尼行吗？恁干焦请安恁的兄弟，有啥物较赢人？外邦人欠无安尼行吗？所以恁着顺传，亲像恁的天父会顺传。煞接咱牧师要分享信息，伊今早起所要分享的信息题目叫做“建造信仰”第11讲，听受得，听受得。好，了这愿恁平安。平安。伫拄则咱圣歌队所吟的诗歌，所讲的一句话，小龙，小龙就是咱定定咧讲的平安。总是小龙即个字，毋单单是平安安尼的意思若定。更较要紧的是，咱甲上帝、甲人、甲家己、甲世界的和好的关系。所以当咱咧讲小龙，佮讲平安的时阵，毋是单单咧对因讲你会通平安，更较要紧的是，咱伫整个世界的中间，拢会通达到迄个和谐的关系。所以毋望咱伫即个 COVID-19 的疫情中间，拢会通真正有完全的平安。请咱同心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份来到伫你圣会来参与礼拜，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阮特别恳求你，通过你的话语来起造、养饲阮的灵命，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咧即个世代的中间，会通用阮的活命，正做你的见证。献上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俗语咧讲，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这是一本小说《水浒传》内底的内容。意思是讲，有冤仇的确着爱报复。有影自古以来，咱所徛起的即个世界，就是用即款的架势来劝诫、来提醒咱每一个人，免得家己无缘无故，互人欺负、互人伤害。所以，咱常常伫电视
的连续剧，也是电影的内面看见报复甲报仇即款的剧情。也咱对做歹的人上落尾，互遐报复的人来终结，互咱嘛心情感觉真快活。对啦，歹人就是爱有即款的结局。有意思的是，这2年外来，因为 COVID-19 疫情的影响，咱的生活真无奈受到侪的限制。亲像讲，咱无度出外去食饭，无度去踅街，无度去四界佚佗，搁较免讲，咱根本无法度去到国外来旅游。所以，当政府将迄个防疫的警戒对第3级降到第2级，并且放宽一切防疫的规范以后，侪互疫情关甲强要起笑的人，因就开始进行一连串报复性的消费，甲即个报复性的旅游。也即款报复性的字眼，就渐成做是后疫情时代常常互人提出来使用真特别的一个字句，互咱即马敢若啥物代志拢爱讲报复性，报复性，安尼才有讲了较有力安尼。点彩有一寡基督徒想要问讲，敢讲基督徒拢袂当有报复即款的想法，也是即款的作为吗？伫摩西律法中间，剑士嘛安尼记载讲，伊讲若有人伤害同胞，伊安怎甲人伤害，嘛着安怎安尼来甲因对待？用伤赔伤，用目睭赔目睭，用喙齿赔喙齿，用安怎甲人伤害，就安尼办伊。咱读旧约圣经，有关摩西律法的记载，大概拢会读到这段的记述。对安尼，咱通知影，上帝好亲像是容允基督徒会通遐伤害家己的人来进行报复。但是摩西律法的记载，敢真正是安尼来解说，照里面安尼来解说吗？今仔日就咱通过耶稣的讲论来理解上帝对报复这项代志真正的意思是甚物？马太福音第5章一直到第7章的内容，是耶稣30岁开始出来传上帝国福音的道理的时阵，一篇真长的讲道篇。一般咱称作是山顶的宝训，登山宝训，其中包括咱真熟悉的八福，也有耶稣针对摩西律法新的解说，比如讲人甲上帝的关系、人际关系、男女关系、照顾弱势的人等等。也这律法顶面的规定，其实对犹太人来讲并无生分，因为因自细汉就互人教导这款的真理。所以咱有看《路加福音》18章21节，18章迄所在有记载一个少年做官的，迄个少年官，伊来请教耶稣讲：我要怎样做才会通得到永活？耶稣甲伊讲：你着照这的诫命去行。这个少年的官安怎应？伊讲：这自我细汉的时阵拢遵守啊。所以咱知影讲，犹太人因自细汉就互人教导这个摩西律法的规定甲规范，所以因真自然自细汉就会去遵守这个诫命。总是耶稣伫遮对众人所教导的，却是因自细汉对犹太律法所教导的，是完全无共款。耶稣为虾米会安尼解说？又有虾米款的凭据？伊的老师是虾米人？咱知耶稣的老师是虾米人？咱较清楚知影，大概是惊洗礼约翰嘛。耶稣的老师，伊捌军队倒一个老师，有通过老师资格的鉴定嘛？咱知影即马要做老师，一定要有一寡检定嘛，
做牧师嘛共款啦。做牧师要正做牧师进前是传道书，传道书要正做牧师，就爱迄个牧师资格的检定。通常上歹考的就是母语，足侪人因为母语拢无过无法度来摕到迄个牧师资格。所以伊有啥物款的资格，正做一个劣比。伊的教导是毋是有违背犹太的传统甲风俗？伊凭啥物改变原来犹太人对律法的了解？这是众人拢真奇怪的代志。也因为安尼，因为这种种的无确定性，所以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才会一直找耶稣的麻烦，甚至认定讲耶稣就是一个异端。其实耶稣是一个真重视摩西律法的人，也伊对众人的教导拢是有证据的。互咱听伊伫咧真心解说迄个律法进前，一定会大声讲出即个律法出伫什么所在。亲像讲，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古早人，恁有听到律法安怎教示？安尼讲，表示讲耶稣伊要讲的即个内容拢是有凭有据的嘛，毋是家己黑白讲，伊毋是家己去发明一个律法出来，伊是为着要互犹太人清楚知影即个律法真正的心意是啥物。所以耶稣伊捌安尼讲，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律法，还是先知的教示。我来毋是要废除，是要实现。伫今日所读这段经文，是耶稣关系听受德的教导。伊伫遮讲，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示讲，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伫即所在，耶稣是引用出埃及记第21章22到25节的内容。也原起初摩西颁布这条律法的目的，是为着要解决民事诉讼的问题啊。所以伫即所在讲，因命陪命，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手陪手，骹陪骹，烧伤陪烧伤，伤害陪伤害，拍伤陪拍伤等等。其实是一个真公平刑法的标准啊。就是你人伤到什么所在，你就刑迄个所，你迄个人什么所在。这是一个公平一个公平的刑法标准。随上伫耶稣所徛起的时代，常常拢有迄款过头报复的情形发生。特别是有一寡有钱的人，为着要闪避即个刑法，所以伊拢会用钱来解决问题。好亲像咱即摆社会共款，有钱，乌的拢会通变做是白。耶稣的时代就是安尼，到伫咱即个世代犹原是安尼。另外一个，互犹太人想要用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的原因，是迄时阵互罗马人来甲因统治，所以因受到真大的迫害，因真想要用这款报复性的心，来宣泄，迄个心头之恨，因受到真大的压制，迄个压力大到想要起来报复。总是耶稣却要求每一个要去到伫天国的百姓，袂当追求报复这款的心态。这对犹太人来讲，根本是真恶的达到的这个目标。耶稣伫所在所讲的，互人献正手柄的喙皮，强迫摕伊的内衫，强迫行路，甲伊求拢毋通，甲咱求拢毋通拒绝。这拢是罗马人迄时阵对犹太人的方式。也即款互人侮辱、要求甲迫害的行径，耶稣竟然对因讲，毋通甲因作对，毋通反对因，嘛毋通抵抗因。
这互人扇正面的喙皮，咱感觉奇怪，咱平常时用正手共扇喙皮，拢是扇着倒边嘛，敢毋是？你用正手扇人的喙皮，还是扇着人的倒边？爱怎来讲，毋通扇人的正面的扇正面的喙皮，迄是因为伊是用安尼甲你扇，安尼甲你扇，才会扇着正手边的喙皮，即款扇法其实是一款真大的侮辱，所以罗马人扇即个犹太人的喙皮，拢是安尼甲伊扇，是去甲伊侮辱啊。然后内衫较无价值。耶稣讲，人要摕你的内衫，连外衫拢互伊。迄个外衫是较有价值，外衫是为着要伫日时掠日，伫暗时会通，互伊会通烧热，有即个作用。所以你若是将伊的外衫拢摕去，表示讲伊暗时可能会寒死，日时会互日头晒死。所以咱看见这种种罗马人对犹太人的即个对待方式，真正是真大的伤害。耶稣既然讲毋通甲因作对，更加让咱无法了解的是，耶稣既然要求被害者爱去疼遐的加害者，甚至替因祈祷，这是甚物款的逻辑啊？咱想拢无。犹太人一直以来，因敢若接受一项代志，就是疼恁的厝边，怨恨恁的对敌，即款的教导。所以真有意思的是，这段对犹太人引用利未记的经文，伫原文的内底并无怨恨你的对敌即句话，来无大无字加即句话出来。咱无代无是对加即句话，伫摩西律法无即句话，哪会走出即句话？是经学师伫咧抄写圣经的过程中间，伊认为这样代志真要紧，所以也加起哩，加即句话起哩啊！耶稣为着要即条律法真正的精神正确来表现出来。伊就将即句话来糊掉，原本圣经毋是安尼记载，是经学师甲伊写起哩。伫利未记19章18节到34节安尼记载讲，伊讲毋通甲你的同胞报复，嘛毋通扣分，着疼惜厝边亲像家己，亲像疼家己。着对待因亲像对待恁以色列同胞，疼因亲像疼家己，因为恁嘛捌做过外族人寄居伫埃及地。这利未记，摩西特别有吩咐以色列百姓，无论是对同胞，还是对外族的人，拢着平平疼因亲像家己。检采。对毋捌受过侵略者迫害的人来讲，咱真正真恶伫想象因心内迄款的悲伤、艰苦、甲冤仇。所以，咱千万毋通凊彩就甲因讲，着爱学习放乐，着爱学习了舍。因为讲出即款话。无毋是第二摆的伤害，咱无法度去了解伊受到的迄款真大的伤，迄个伤痕，咱要怎样叫伊放下，怎样叫伊了舍，迄真困难啊！亲像安尼，若是耶稣真正会通去体会到，互罗马人统治迫害即款的痛苦，耶稣就无应该要求犹太人放杀。目睭背目睭，喙齿背喙齿，即款报复的心态，是爱甲因徛伫同一阵线啊！耶稣伊嘛是犹太人啊，平平受到伤害是安怎？袂当去反叛罗马人。咱知影讲，耶稣12个学生中间嘛有迄款反叛的分子嘛，就是迄个
分类党的西门。分类党其实就是专门咧甲罗马政府对敌的团体。耶稣若是知影因受苦，就应该甲因徛做伙才对啊。总是耶稣就是要通过这条律法，爱犹太人学习天父疼人迄款的心，安尼咱才会通称作是上帝的儿女。对世间人所认定的好人甲歹人，上帝对待因的方式并无任何的差别。咱看经文的记载是安尼讲，伊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毋但互好人，伊也互歹人。上帝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互好人嘛，互歹人啊。所以上帝的儿女也着要学习用天父的疼去疼家己所意爱的人，甲家己所厌恶的人。这才是一个成熟完全基督徒的表现。两兄弟，咱认为冤仇会通去改变原来的处境，还是仁爱会通去改变原来的处境？我相信，伫咱生活中间，应该真少有人有结冤仇的代志发生。较济较假是安怎？因为意见袂合，也是讲理念无共款，伫遐冤家，甚至是讲好啦，你著甲我理念无共款，无爱甲你做伙，无要甲伊交往。特别选举到啊，定定拢有这个情形。厝内人冤家，朋友冤家，同事冤家，敢若因为政治的理念无共款。较假是安怎？咱就莫有交往啊。说说咱对人真生气、真不满，咱袂抵到发生迄款肢体的冲突嘛，袂去共拍啊，是安怎？也是讲彼此仇恨对立即款的情形。亲像我拄则有讲，都无爱甲你联络啊，无爱甲你交往，咱袂去共伤害。检在咱无学哩发现，即个世界，互咱的教导，常常拢是要求迄个加害者，着爱血债血偿。即个世界甲咱的教导，互咱的教导，因为安尼才会通互正义，会通显明啊，正义得以伸张。若无受害者会死不瞑目啊！也受害者的家属，但是无都看到血债血偿，可能伊就一定气一世人，甚至气几啊代。所以拄则有讲，咱伫这个电视的连续剧、电影，也是讲小说的这个剧情中间，常常看到迄个主角就是安那抱着君子报仇，10年不晚。反正我就是爱报仇，即款的心志。为着无缘无故受害的亲人，也是为着家己来报仇。好亲像，这是咱世界教导咱的方法。但是，亲像俗语所讲的，冤冤相报何时了？你一直要报复，一直要伸冤，但是，敢真正会准拄煞？切属到伫今日，咱真正顺利已经报完仇啊！心内敢真正有得到完全的平安？敢讲咱袂去烦恼对方伊的家属亲人袂对咱来报复？请问报仇以后，咱敢真正就会通过着真安稳、真平安的日子？伫电影《即刻救援》第2集的中间，因为这个第1集是咧演这个男主角 Brian， 伊的查某囝互人掠去，所以为着要将伊查某囝救出来，伊将这个这黑社会老大的后生杀死。这个第2集就是咧演这个老大对伊的囝互人杀死真不满，伊要报复。所以伫这中间，这个
黑社会老大就开始展开一连串报复的行动。最后，这个 Brian 实在是无想要继续这款每一天追杀报复的生活，所以伊就问这个黑社会老大讲：，伊是毋是也有其他的后生？若是今日伊互人杀死，其他的后生敢袂选择起来报复吗？这个黑社会老大讲，绝对会。伊若是互人杀死，伊嗰两个后生一定会起来报复。对安尼，咱知影报复，伊只是一款恶性循环啊，伊袂当真正去解决问题。所以，针对目睭赔目睭、喙齿赔喙齿这个报复的讲法，耶稣伊犹太人，伊还原啦。就是当初上帝颁布律法迄个精神是啥物？其实是爱疼人亲像家己，毋是要甲人结冤仇。也就是讲，你爱去想着讲，你做这项代志是毋是伤害着别人的目睭、喙齿、手、骹？当你有想着这项代志的时阵，你就袂去做。所以，伊的立足点是徛伫我疼人亲像家己。毋是为着要代志发生以后的报复，这是律法颁布的精神。好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这个全部的律法包括伫疼厝边，亲像疼家己这个概念。当然，耶稣这款的教导，无论是对迄时阵互罗马人统治犹太人，还是徛起伫现今社会中间的咱来讲，真正是无容易学习的功课。但是耶稣却明白来指出，安尼做是为了要帮助咱完全亲像天父同款。伫咱今日的圣经，第一汉语本是翻做是顺全。迄顺全就是安怎？包括完全佮圣洁啦。我老爸伫1982年家己出来开公司，家己出来创业。伫迄个时代要创业，其实资金拢无够，咱中间完全就是家己创业，足辛苦的嘛，家己做头家，好亲像敢若真好但是足辛苦的。所以我老爸伫迄个时阵，民国71年的时阵，家己出来创业，因为资金无够，拢爱四界去贷款嘛。隔年，民国72年，我老爸一个客户。就倒销倒将近200万，咱可以想象，民国72年迄阵的200万，甲即摆对照起来是偌大的即个数字。尾后，即个客户佫逃走去到伫巴西，互去秘销啦，去秘销。我老爸为着要公司继续会通运作，所以伊只有啥四界去借钱嘛，因为200万无去，你爱去借来补嘛？你才有继续互迄公司运作。过无几年，即个客户因为伫巴西无度生活落去，所以伊就转来到伫台湾。过去甲伊做伙即个做即个工作的一寡同事，就是甲伊苦劝，都爱赶紧去处理阮爸爸即个债务的问题。有一天，即个人，伊就特别来到伫阮的家庭，来拜访阮爸爸，然后灌一卡电的火锅，毋是即马电煮的迄个插电迄款的，即个电的火锅来摕我送阮爸爸，甲阮爸爸讲，伊无法度还即个债务的问题，所以每一年阮过年的时阵，摕即个火锅起来食年夜饭的时阵，阮爸爸讲：“即卡鼎200万，因为无法度还即个债务啊。”迄时阵，我的老爸无强迫要甲伊讨销，反正甲伊斗骹手，互伊通重新阁起来，重新阁
即会通重新开始啊。后虽然真侪我老爸的朋友拢甲阮爸爸笑，讲你哪遮戆，欠钱就是爱还钱啊，你搁我斗相共，连我的老母嘛讲阮爸爸做戆的，但是遮讲阮爸爸戆的人，遮的朋友对阮爸爸嘛是真敬重啊，用即款方式去对待欠伊钱的人。耶稣讲，因为恁若简单听遐个听恁的人有啥物报赏，兼毋是连遐个无岁的嘛安尼做。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还是姊妹亲安，有啥物比别人较特别？兼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基督徒虽然踮伫即个世界，可是甲即个世界完全无共款的人，因为基督徒是上帝的见证人，所以咱着爱调用耶稣对咱所讲的，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即款的目标进行。当然，关系耶稣伫咧听受的这方面的教导，除了是提醒咱，就要用仁爱，才会通化解一切的仇恨，这是唯一的方法以外，伊搁较要提醒咱，上帝才是上尾后的审判官，只有伊才有资格去断定，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歹人？咱千万毋通超越上帝的主权。咱常常拢要做上帝，常常拢要审判人，伊是好人，伊是歹人，伊有罪，伊无罪。耶稣甲咱讲，审判的代志是上帝。人甲人中间，就要用仁爱来互相款待。使徒雅各也要甲咱提醒。伊讲律法的制定的责任者甲审判的只有一位，伊为拯救嘛为毁灭。你是啥人？哪敢批判你的厝边？所以咱无需要赶紧要去向伤害咱的人讨回公道。诚做耶稣的门徒，大心都要学习听咱的厝边，替咱的受敌。迫害咱的人来祈祷，若无，咱甲世间人的做法无啥物款的差别。但是，咱着要承认，这真正无容易。到今，我也一直咧操练学习这款的功课。伫1980年2月28日，我相信即天大家拢真知影这是啥物日子啊？228都一定大家都清楚啊。1980年的2月28，林义雄律师的家庭发生一件，互咱感觉真残忍、和黑暗。迄时阵，林律师的老母甲伊3个查某囝，分别拢互建立到伫伊的家庭中间的歹徒来杀。除了大汉囝林焕军以外，其他3个人，伊的老母。甲一对双生仔查某囝，拢因为重伤来死亡。咱敢知这个代志？这林焕军背后活过来，伊自细汉有一个愿望，迄个愿望就是伊的确要找到迄个凶手，亲手甲伊杀死，为着要报复。后来得到别人的帮衬。这林焕军甲伊的老母，老母就带伊去到伫美国的所在，然后有人甲伊带领引带，伊去到伫教会，伊开始过教会的生活。就安尼，耶稣的疼渐渐改变伊的性命，最后伊愿意选择疗舍，伊心内迄个创伤，才会通完全得到上帝的医治。
咱无多可能有一寡人确实是受到真严重的伤害，至到伫代志经过真长的时间以后，因犹原无多化解心内迄款的怨愤，甚至一心只是想要报复，这拢会通理解啊。其实这拢会通理解，拢是真正会通互伤魂得到医治的方法，绝对毋是冤仇，绝对毋是报复，是爱学习疗舍。这才是互心内会通得到完全医治的方法。当我进入到伫圣学院第2年，2004年的暑假，我一个教会的好朋友，伫高速公路开车，发生一个真严重的车祸，伊对上南的车道，弄往即个中央分隔岛，飞去到伫上北的车道，安尼过去，规台车并过去，车顶除了我朋友以外，还有另外2个朋友。伫咧车祸中间，我的朋友只有是小小的刺伤。咱知伊开是 BMW 啦，为迄个安全防护，做了真好。但是我2个朋友，另外2位朋友拢真严重的，即个重伤。更较不幸的是，当伊的车对落南的车道飞往上北的车道的时阵，伊落来的时阵，拄啊去弄到一台上北的车，造成车顶3个人拢死，其中有一个是迄时阵国宝级的书画家。咱若有兴趣去看这2004年的新闻。原起初受害的家属，特别这个书画家的大汉囝，伊无法度谅解。对这个忽然间发生的代志，伊真受气，无代无志，厝内凶死3个人。伊毋但无愿意疗舍我的朋友，伊阁无法度接受，伊去到这个殡仪馆伊的灵堂的所在，甲伊祭拜。甚至伊甲我的朋友要求2400万的赔偿，一个人800万，3个人2400万。但是尾后家属决定无要追究，也无要要求赔偿。现在这样戏剧化的转变，因的大汉囝有一天做眠梦，伊的老爸来甲伊托梦。甲伊讲，这个少年人毋是挑故意做这项代志，所以就爱甲伊原谅。车祸的发生，毋是伊故意安尼去做。更较互咱想袂到的是，这个受害的家属，伊毋是基督徒。对这样事，我也感觉真戆硬。是虾米款的心，互伊有即款的改变？保罗先生捌安尼讲：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为着家己报怨，宁可互上帝替恁受气，因为圣经有记载，主讲：伸冤在伫我，我会报应。然后这冤仇袂当带来心内的平静。反倒会互情绪搁较暴躁，报仇只会发生搁较多的灾难，为家己建立搁较多的对敌。一个踮伫基督内面换身性命的人，无搁再用家己真矮小的眼光来去看待仇敌，伊会用疼甲怜悯看见人性的软弱甲欠缺。主要说爱咱亲像爸共款完全，就是爱咱学习伊疼咱的方式，
并且因即款的疼互相款待。毋然呢，主耶稣也爱咱相信上帝是上公正的审判官，无论是好人还是歹人，拢的确接受伊的审判。所以，咱毋免去烦恼讲，行好的人会吃亏，做歹的人会逍遥法外。因为一切拢伫上帝的目睭中，最后上帝的审判绝对是公正的。当然要学习去听冤受，听迄个受德，甲咱结冤受的人，真正无简单啦。这是咱一世人拢咧学习的功课。毋望咱会通过耶稣的听，来学习即个听受德的功课。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知影，阮过去嘛是因为罪，甲你结冤仇。阮拢是你目睭中的罪人，阮拢是不义的人。总是主你听阮，互阮有机会真心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阮会通活转来归向你，成做一个互上帝救赎的人。但阮的性命一定得到更新，所以阮恢复了上帝你原起初创造阮的性质。主帮助阮，互阮既然已经恢复这个本质，互阮也会通学习耶稣所教导一切信仰的功课。主伫今日，阮看见耶稣怎样通过过去摩西律法、听受德这款的心志，爱所有的人来学习了解，并且也知影，只有上帝是上尾后的审判官。所以，阮伫咧面对受德的这样代志顶面，虽然阮的心真恶毒，会通来听因，但是阮愿意学习，亲像耶稣听阮共款，亲像天父听阮共款，互阮用听甲怜悯来去看到，这对阮造成伤害的人，其实因的心中也有真大的受伤，需要互上帝来医治。祝福恢复阮原起初迄个完全的心智，亲像天父完全共款，煞互阮伫咧人甲人中间，阮彼此建立关系的时阵，阮拢会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见，阮彼此需要用听来化解一切。祝福怨恨离开阮，互冤仇离开阮，独独将你的听、你的怜悯慈悲下伫阮的心内，互阮伫生活的每一天，拢照伫你所互阮即款的方式甲款式来对待四周围的每一个人。献上阮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煞接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第522首。仁爱是够宽容，阁有慈悲。圣诗第522首。仁爱是够宽容，阁有慈悲。仁爱袂嫉妒，仁爱是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事，袂求家己的利益，也袂快受气，袂为着人的歹扣分，袂爱不义，只有欢喜真理。凡事吞忍，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凡事就吞忍。仁爱永袂无去。请咱起立吟全首，圣诗522首。仁爱是够宽容。
请坐。咱即点要来应答上帝话来奉献，请玉芬执事甲秀珠执事来示献。有来哦，开始。请咱起立念奉献的诗。请坐。咱来读咱即礼拜金句，伫咱周报第2面下面吼，本周的金句咱用台语来读2遍，华语来读1遍。来，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请安，有啥物比别人较特别？且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马太福音5章47到48节，我一遍来。恁若只有对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请安，有啥物比别人较特别？且毋是连外邦人嘛安尼做。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马太福音5章47到48节，来华语：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7到48节。请咱掀开周报第3面。我来报告咱简道家训有关咱本会的消息。请咱看第2项，咱今日要举行咱10月份的庆生会求上主用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互每一位受请因的人生的路径拢有油咧滴。煞接咱第3项，今日是重阳主日咱教会。有准备咱的有准备礼券1份，要送咱70岁以上的即个兄姐包括70岁啦求上主祝福年长的兄姐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第4项咱礼拜主日礼拜了后，即个小组的聚会咱过去举行一段时间效果真好通过即个小组的聚会互咱的兄姐会当做充分的分享咱嘛会当对兄姐个人或者是家庭的状况会当互相带导、互相关心所以为着要互咱的全教会大家更较会当彼此联结、彼此关心所以咱10月开始就是即礼拜开始，咱的名单做一个调动做一个调动，因为咱无望讲干那咱即组几个较熟其他的兄弟拢无熟所以咱即边做一个调动所以请咱家己看咱的名单即内底咱的关怀部美方长老。有体贴讲，咱有一寡兄姐因无方便参加所以名单无列伫内底无列伫内底所以咱若会当参加者，咱免客气咱免客气
来甲我讲，还是甲牧师讲吼，咱会当参加。我遮名单面顶无吼，我着爱参加倒一组吼。或者是咱若介意倒一组的组长、副组长咱嘛会当去参加啦吼。所以就是咱若无列伫名单面顶的吼。咱毋免客气吼，免客气吼。毋茫讲咱教会即个小组的聚会就是要互咱的逐个规教会敢若一个大家庭吼，大家互相关心吼。煞接第5项吼，咱即个咱大神道寿2年的林怡婷神学生吼，对10月份开始伫咱分会实习吼。顶礼拜牧师已经有介绍吼。愿上主保守伊的学习啦。第6项，咱即个今年度第4季的事工甲事奉的计划表吼，咱牧师已经拢有安排好势吼。所以请咱即个中职甲参与服侍的兄弟吼，咱去看吼。若准无方便，咱家己。咱家己来家己调动调动了后，就甲牧师讲咱周报才会搁做更改吼。所以即点请咱来注意咱的服侍的时间。第7项咱今年度第4季的咱的新眼光的读经的手册已经放伫咱后壁招台道即内底内容也真丰富啦吼。会当诚侪咱兄弟咱日常即灵修的一个参考所以咱会当免客气，咱来睇吼。搁煞接第8项即礼拜拜3的查经祈祷会有关咱查经的部分是由阮请计牧师主理吼。咱感谢主吼，咱即马即个祈祷会吼，查经祈祷会有较侪兄弟来参加吼。因为咱知影吼，教会复兴是对祈祷会开始吼。所以望讲咱兄弟吼特别是咱的中职同工啦吼着爱8天来参加啦吼。互咱即个教会是对咱祈祷开始吼来搁较奋兴吼。所以咱查经的部分是牧师来处理牧师拢有针对咱的圣经有真详细即个讲解所以相信参与的兄弟拢会当得到足多啦吼，得到足多搁煞接第2部分的祈祷会是释传长老来处理第9项请咱注意吼，咱下礼拜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准备心，甲咱的主耶稣来共祭祷。下晡1点半是要召开小会咱小会员一定得爱出席来参加。煞接有关教界消息甲大岛的生活下周讲道到第5面即个奉献报告事奉报告等等搁上周出席的聚会出席等等请咱家己来看。特别是咱的奉献报告，若有甲咱即个有出入者请咱紧来咱的会计来更改免客气咱紧来更改好，刷落即个补充报告甲沉默的时间，咱请牧师来处理。今主日咱学生团契吼，昨甲今日拄有2暝1天，2天1暝2天1暝的迄个生活园，迄个生活园吼，所以特别替因的出入来祈祷吼。拄则牧师娘也有将一寡相片放伫迄个因学生的群组甲家长的群组会通来看因迄个活动的过程好，咱大新来举行即个10月份的庆生会咱10月份的寿星10月初1是赖达，初6是佳慧，初8俊伟，17是韩珍，22是素玉姐，24是宋恩，26是美芳，27是怡恩，29是允乐。咱请咱这寿星起立
咱来甲因唱迄个生日快乐歌吼。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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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好，请坐。咱过去拢会备办鸡卵歌啊，吼因为疫情这2年的中间，咱就拢新录吼，拢敢若唱这个生日快乐歌。看是毋是因为10月13开始开放这个国外国内这个旅游吼，国境吼，是毋是看咱关怀部吼会通开始哈？毋是安排旅游啦吼。会通去买鸡卵糕来庆生啦，若要旅游找阿芬就对啊吼。好，愿上帝祝福遮会受请吼。咱10月的小会再来讨论看卖啦吼。好，咱今日是中央节的主任吼，有要送即个礼券吼，要有70岁以上的兄弟，咱会通请咱70岁兄弟起立啊吼，来。阿芬来协助一下吼，来请70岁以上的兄弟吼，咱免客气，通起立嘛。好，感谢上帝，互咱教会中间吼有侪侪遮年长的兄弟，吼真做教会遮较年轻的人吼信仰的典范啦吼，愿上帝施恩祝福，保守咱每一位年长的兄弟，吼拢会通健康食百里啊吼。好，其他就无啥物款要补充报告。咱的升学圣经嘛是甲学生团契去生活营所以今日因拢无伫吼。好，咱为着今日要讲道的家庭来祈祷吼，为着阿朱姐甲苏妹姐姐家庭祈祷吼。阿朱姐因为有迄个慢性病所以伊拢无注疫苗所以家属因的亲人拢感觉讲安尼先莫来教会，先莫来教会，安尼较安全啦吼。咱特别为着阿朱姐来祈祷吼。即个苏妹姐伊搁去美国，伊讲美国甲台湾安尼来去吼，求上帝保守伊一切出入拢会通平安所办的代志拢会通顺利吼。进前伊嘛有提供咱教会的一寡快筛试剂吼，因为拄苏妹姐因的公司是咧做即个快筛试剂吼。所以为着因的公司所有一切运作，拜在咱的祈祷。好，咱接续咱有缘为着几样代志祈祷吼，特别为着即个佳慧啦吼，佳慧伊10月11要手术伊迄个颔管的结节吼，找到会去做快筛吼，找10住院。然后11要开刀，听讲医生讲这是真简单的手术啦吼。伊开刀了，隔天观察，若无问题就通出院吼。求上帝保守这个手术一切恢复拢通顺利吼。咱若继续为着咱有几位兄弟的家庭吼，拢确诊啦吼，求上帝来保守吼。特别王牧师。王牧师昨一定对病后倒来到伫台湾吼，伊伫遐关8天吼，昨遮早起10点半吼，遮顺利出关吼，坐飞机倒来，即马伫厝内咧休困吼。牧师娘嘛是继续吼，嘛是拢
两个人拢伫咧居家隔离的中间啦吼，愿上帝医治甲看顾，过来咱嘛为着咱10月23的亚活礼拜吼，咱顶礼拜报名甲差不多啊吼，有听美燕咧讲，他61个吼，61位吼，所以咱有一台游览车，大概就是其他会安排车辆吼，开车去吼。所以为着咱10月23亚活礼拜迄天的气候，咱有适当的天气，然后去到伫迄个所在，甲三民教会兄弟姊妹会通有真好的关系，关系建立吼，上时也会通去到附近的所在，安尼行游吼，去欣赏遮附近的风景，为着即个代志来祈祷吼。咱今日嘛真欢喜看到郭老师甲刘老师吼，因暑假拢会出国啊吼。一定有转来吼，有转来继续咧北医大遮开始上课吼，咱也欢迎即个郭老师甲刘老师吼。好，安尼咱即时阵就起立吼，为着即几项事，咱求上帝来保守看顾吼。祝上帝感谢你，完上帝所有上去。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今主日会通来到伫你的面前，阮来去做敬拜。当即时阵，阮为着教会集体来摆伫阮的祈祷。特别为着主姐、淑美姐伊的家庭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主姐伊伫的身体会通健康，互伊伫厝内会通得到真好的照顾。也保守伊，互伊虽然无注射即个疫苗，但是祝你保守，互伊会通无受到即个病毒来侵害。求你看顾苏美姐，伊伫美国甲台湾来去去，无论是生活甲工作的中间，上帝你保守，互伊拢会通出入平安，领受上帝你的祝福。阮也特别为着今主日10月份的受请，摆伫阮的祈祷，恳求上帝保守看顾，每一位受请，上帝你恩典会免流，会通不闪时甲因同在，常时通过因的活命，也成做你的见证，互因所行所做一切，拢会通荣光上帝，也保守因的家庭，保守因的工作生活。阮也为着70岁以上这年长的兄弟祈祷，感谢你过去的保守看顾，互因每一天拢经验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求你也保守因每一位伫你恩典的果手下面，拢通平安、健康、喜乐、满意。阮也为着王牧师、牧师娘伊确诊。当伫厝内咧休困，求上帝你医治的患病摕伫因身上，互因会通早日恢复健康。伫这段时间，阮也有侪兄弟有确诊的情形，求主你也特别施恩保守，
互因拢会通早一日恢复健康。为着这会20月11也要做颔棍截肢的手术，求上帝通过医生的手，互伊这个真简单的手术会通顺利来完成，互这个这会颔棍拢会通恢复健康。为着10月23，阮要去到伫桃园复兴三民教会耀华礼拜，求上帝你带领，互阮有一个适合的天气，甲三民教兄弟有真好的交陪。上时，阮来通出外欣赏上帝你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通将一切的恶乐拢归乎上帝。但阮为着这个代志，拜得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来念祝福的诗歌，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圣诗第399首，请咱起立念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接导。愿上主大仁爱，念念为生爱，主会听每一个甲你同在，愿主人更变旧日，应主必还待日。主相信我心，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和感动，甲恁众人常常相甲伫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麦倒。